也做平安，礼拜时间就要到，咱先安静咱家己的心，安静咱家己，甲主祈祷。求圣神帮助咱，会当尽心尽意、尽力来服侍伊、敬畏伊。伫即个分别最圣的日子，咱仰望主圣神带领，互咱甲伊相拄的时，咱的生命搁一摆得到更新。受伤的心、受伤的灵，也照着圣神的保守来得到医治。因为伊的目睭看过咱一块土地，主上帝要成的代志，人的手袂会阻挡。有耶和华做伊的上帝，一个百姓要称作有福气。天父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愿意伫即个分别最圣的日子，甲你相拄，求你圣神保守阮，为专心专意来敬畏你，帮助阮行伫你所要爱阮行的路的顶悬。感谢你保守风台过了，阮也有一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唱歌，要来学罗你的名，因为你是值得阮敬畏、甲学罗的主上帝。阮将阮家己交托伫你的面前，感谢你担当阮的忧愁，安慰阮的烦恼。感谢你听阮安尼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即碟也要来告别咱的信仰，来信仰告别，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有耶和华做伊上帝人，即个百姓被称作有福气的，因为安尼来到伊面前，就学罗伊，就真实来听伊，来服侍伊。主，我要学罗你。主，我要学罗你，真心。
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学了你。主，我要学了你，今世之礼，我要保佑你，一了的观念，归眼光的生命。主，我要了你，今世之礼，对你的追求，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大声甲主讲，我真是听你。主，我真是听你，一生之礼，我要保佑你，一了大观念，归眼光的生命。主，我只是听你，一生之礼，对你的追求，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咱来大声宣告。正伊的心所爱，正伊的心所愿，因为安尼，我的心要来学乐主耶和华。我一生要活地的时，要来唱歌，学乐我的上帝。咱要来高举耶稣的名，因为伊是值得咱高举的，伊是值得咱学乐的主上帝。
咱学路的主上帝，伊是山谷中的百合花，伊替咱担当咱的忧愁，咱逐项的歌路拢通对伊来求讨。就着这首诗歌，上帝嘛来甲你讲话，因为伊使咱的困难，互咱赢过引诱，伊担当咱的苦难，愿咱会放下一切来跟对伊的脚步。谷中百合花，山谷中的百合花。我有找着救主耶稣，是我一好朋友。最最的朋友，伊上一时可靠。伊是山谷中百合花，清芳真通幸福。伊会完全洗净我做白那些。我忧伤伊来安慰。我忧伤伊来安慰，我烦恼伊保护，各项歌路拢通对伊来求讨。伊是山谷中百合花，灿烂启灵启示，伊是万人救主，我爱亲近伊。我有找着救主耶稣。有找着救主耶稣，是我一好朋友。最最的朋友，伊上一时可靠。伊是山谷中百合花，清芳真通幸福。伊会完全洗净我做白那些。我忧伤伊来安慰，我烦恼伊保护，各项歌路拢通对伊来求讨。伊是山谷中百合花，灿烂启灵启示，伊是万人救主，我爱亲近伊。你有找着救主耶稣无？你有将伊当作你最好的朋友无？你的忧愁、你的烦恼，伊拢会当来安慰甲保护。毋免惊，就来对伊讨，逐项拢来对伊讨。伊听咱的祈祷，伊算咱的头毛，伊拢知影咱有几支头毛。感谢主，感谢主。欢喜来帮赞，予我也过真有担当我苦难。为主我愿放下一切，使我归纳宝贝。为主保守大项拢通真
是，你是万人救主，我爱亲近你。主耶稣，感谢你做我的救主，我爱来亲近你。感谢你担当我忧愁，安慰我的烦恼。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一好胆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使阮有开力百倍来赢过撒旦的诡计，使阮开力来赢过撒旦试炼的攻击。阮感谢你，阮愿意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接下咱也要为公道的事项来祈祷，尤其是即马搁住伫加护病房、加护病房的明凤兄。普通病房，感谢主，已经转过来普通的病房。也为新添兄弟目睭手术，也特别为着即边台米风台带来的损失，有农业的损失，你知影的亲戚朋友，你就为伊来祈祷。将遮个细项的代志，咱挂虑的代志，拢向主来祈祷，免惊，好胆来到伊面前祈祷，因为伊安尼讲，你求，我就要互你得到。咱好胆开声来甲伊求。求告神，愿你的神在我们当中，感谢你所赐福的一切，是让我们在困境当中能够看见得以刚强的心智，是靠着主，是依靠神的大能，凡事都能做。主啊，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学习更深的认识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看见，在我们世上所经历的生命的一切的苦难，都将成为我们生命学习成熟的关键。谢谢主，我需要更多在神的面前来学习领受，学习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这个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赐福在你的教会，跟每位需要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雨风太过了，阮也有一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阮好大，你来求讨，求你恢复身体病痛的兄弟，互因有信心，帮助因有新的愿望伫你的内底。你的光也照伫阮的心内，互阮知，阮所倚靠的上帝是有开力、有能力，为来为我成我心所爱的上帝。主特别求你看顾新添兄弟的目睭，因为开刀的关系，目睭无方便，求你来恢复医治，互伊健康。感谢你，也互明凤兄弟出来伫普通的病房，也求你使开力，你的平安喜乐，甲伊的厝的人，照顾伊的人伫地，互因有开力来面对安尼的病痛。求你通过医生的手来医治，也将心灵软弱的交托伫你的面前，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伫阮的心来做主。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搁一摆和你相拄的时，阮会当知你是听阮的主上帝，你听阮的祈祷，你要帮助阮，诚侪荣光你的器具。阮搁一摆伫你面前，真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也将心。教会的贷款的问题、要还款的问题，交给你的面前，愿你感动，愿你的圣神带领、大发你的百姓的心来奉献，来互这件代志无拄着困难。
主，阮更感谢你，伫阮今仔日要和你相拄的时，求你用你的话来教示阮，互阮听，阮的心软弱，会当听你的话语。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阮44篇以赛亚书40章。恁的上帝讲，着安慰我的子民，着温柔对耶稣所领宣布，因受压迫、受劳苦的日子已经满，因的罪债已经还清楚，因为着家己的罪已经受到上主加倍的刑罚。有声话讲，着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伫风暴收平咱的上帝的大路，逐个山谷拢要听好听，大细的山头拢要掘互家，弯阔的路要解互直，坎坷的要修互平。上主的灵光一定显现，所有的人拢会看见。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有啥讲，你着宣布。我讲要宣布什么？着讲人拢亲像草，因的阳光亲像山野的花，草会焦，花会谢。因为上主的气温伫因顶面，人拢真正亲像草，草会焦，花会谢。毋过咱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报好消息，互失安的人啊，着上高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人啊，着大声话。着大声话，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恁的上帝来啦！看，至高的上主要大权人来临。要用权力治理。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拯救的子民行伫伊头前，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要用手我羊仔囝抱伫胸前。伊要带遐个互羊仔树林的羊母稳稳啊行。咱请圣歌队来学了，今仔日的歌曲是《倒有喜乐》。
感谢信歌队的学乐，即摆我来报告，请咱先去主报。咱主报内底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来注意。即摆咱来看教会的消息通知。第一点，咱伫个8月3号，也就是后即个礼拜六，要召开第4摆的小会，请中乐建议，嘛怀疑礼拜将第一摆。第二点。咱伫个后礼拜日8月4号下晡2点到5点半，伫科比教会有举办的竹笋丰收季感恩音乐会，请咱有报名的兄弟伫个下晡12点50分伫教会一下出发。第三点，咱吴牧师对今仔日下晡到拜三的时间要休困，若有代志请找咱的台语长老、小长老。那拜三的门训课程暂停。第四点，咱本会第2届办的社区音乐班因为人数无够啦，所以暂停。啥物时阵搁主办，毋知。咱即摆来读本周的金句，用台语甲华语拢读一摆。所以，着声安慰，大家三建立德行，教令所这做。所以，你们该互相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即摆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2章8节。上帝话安尼讲，主上帝讲，迄个人家己一个大门好，我要甲伊做一个帮助伊，才来匹配伊。咱即马请穆恩用华语过来读一摆。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来，咱请所有的小朋友到台前来咱做伙来为着因来做祝福。来，我们向前面我们往前看来还有国中生，中南呢？下去了，好 ，OK， 还没有其他小朋友。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主，阮伫你面前将这细囝交伫上帝你的圣手，因为你听阮想赐予阮生命上好的产业，就是伫家庭的内底有这细囝，成做阮传承生命，会当将上帝你真理话命的话，继续来做传承的一个管道。愿上帝你祝福伫大桥教会，无论是青少年，无论是这幼儿，阮拢恳求上帝你祝福因，也带领这的老师，这每一个长辈，每一个兄弟姊妹，阮三甲甲因做伙成长，嘛要通过陪伴、教导、甲彼此带导的中间，来建立三听的关系。愿神你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学习，在祷告里面经历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神，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谢谢主，恳求神来赐福这些孩子，让他们不仅能够平安长大，也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有神你的话语作为他们生命的准绳，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丰富生命的来源。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每一位老师交托在主你面前，愿你将最因的帮助，赐福因通过因的嘴。通过因所行所做，拢会当荣耀主上帝。愿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好，加油！上帝祝福你们。好甲你边的兄弟讲真欢喜，你甲我做伙敬拜主。今仔日牧师看咱
今日牧师要跟咱做伙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互相陪伴的人生吼。咱的生命中间吼，一直拢有人甲人成长的过程吼，拢有无相款的阶段啦。吼，有的阶段是啥？做爸母，吼，甚至呢，咱做爸母了吼，未做爸母以前，咱是做兄弟姊妹，对无？咱有亲朋好友，甚至呢，当咱大汉了后，咱成家立业，咱开始有生产，开始会啥？会生团，甚至开始有孙儿。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每一个阶段的内底，拢有一个足重要的工课，叫做啥？爱有互相陪伴的关系。所以我常常咧，甲遮个国中生对每一摆我若拄着因吼，我拢会甲伊问啦，问讲某咪人啊，你跟你哥哥状况好不好？牧师有当时拄着咱讲，你最近好无？恁厝里啥物人好无？我常常吼，若听着讲吼，嘛毋知影呢，我就是烦恼诶。我奇怪，恁带做伙，恁也毋知影吼。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吼，期待有机会，我会当熟悉你。来，期待有机会，我会当熟悉你。我感觉即句话你家放在你的喙边啦吼。咱常常伫咱每一摆来到教会，其实每一个人拢无啥相像的家庭，但是每一个人甲人中间做伙，都有一个足奇妙的关系，就是上帝要爱咱会当互相毋若认捌，佫会当做啥物？做陪伴。所以咱头拄有咧讲着讲，当然这个咱的这个带歌的慧娟姐吼，伊是对屏东起来，伊可能无注意到讲咱这个明峰兄弟即马伫普通病房啦吼。但是咱会晓知影，你看咱伫教会内底，连祈祷咱拢会互相彼此安怎做代祷啦。所以基督徒三听的关系有一个足好的，虽然你平常时袂堪伊三甲见面，但是咱通过祈祷，通过彼此的关系连接，会当互人甲人的关系更较安怎，更较密切。所以你伫你的家庭的内底，到底你甲你的亲人的关系有好无？特别今仔日我相信在座有真侪做丈夫的、做太太夫妻的关系，甚至拢已经做阿公阿嬷吼。我相信今日牧师要特别用一个较无相款的主题，也就是有关男性甲女性的中间，无论你有进入婚姻，还是无进入婚姻的角度，牧师拢要用一个婚姻的关系、婚姻观来跟咱做伙探讨，到底圣经的内底安怎去探讨互相三做伴的这个圣经的真理。求上帝帮助咱会当更较清楚，知影咱的生命要安怎为主来活。咱看这是110年吼，差不多3当前的这个内政部的户政司的这相关的统计吼，这未婚的比例吼是34.08%，已经结婚的吼是49.93%，离婚率是9.16%，那丧偶的是6.84%。你若甲注意甲看吼，未婚的伊是减少的。一般咱会想讲，若是未婚年龄层人数比较少，是不是应该是结婚率应该是不是增加嘛？吼，才有可能感觉好像未婚的会减少。但是你若甲看吼，有结婚的实际上它是减少的哦。安尼对这个数字咱会当看出来，无就是安怎过往的。但是即马吼，咱的医学，咱的这个平均年龄都已经是越来越年长哦。实际上最主要的比例是看伫离婚率啦。所以咱会当了解离婚率是增加的。我就咧想讲，教会咱到底要安怎互每一个信徒去了解家庭有幸福美满有重要无？有重要无？足重要的呢。所以甲你边的人看一下吼。看伊有笑容无？看伊有幸福无？看伊有迄种有体会到生活中间的迄个快乐也无？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所以每一摆当我要跟人分享的时，我拢真意外，咱会当做伙了解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叫做咱的幸福家庭必须爱建立伫美满的婚姻做开始啊！你要用这做目标啦。假使伫家庭的生活内底，你若无想要去建立这个美满的关系，其实你无法度通会当得到一个幸福的关系，甚至呢，你若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你得爱了解夫妻有好的互相陪伴有要紧无？足重要的，足重要的吼。我会记得有一个老师吼，伊参加这个叫做这个幸福家庭的相关的这恩爱的这个训练课程。
啊，伫咧中间吼，拄着遮个当结婚的新人吼，拢会甲海头甲因讲吼，这吼痴迷安怎？唔惊穿啊，痴迷唔惊穿啊，吼，意思是啥？就是吼，这少年人吼，当结婚安怎，足欢喜的，但是若结婚了就安怎？知死安尼啦。所以咱会知影吼，咱在座嘛有侪做夫妻已经结婚的人，你会笑，你会开始回想，当结婚前迄种彼此的关系是遐尔甜蜜，但是结婚了后，你会发觉关系有要紧无？足要紧的，你有喜乐无？两个翁仔某有做伙关系有好无？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今日咱所看圣经节，主上帝讲，迄个人家己一个大唔好，我要甲伊做一个帮衬者来匹配伊。你若敢看即个华语的吼，叫做一个配偶啊，帮助他啦。你若看即个配偶，一般人拢会想到啥物？拢会想到啥？感觉即个配偶，敢若是一个联想就是即个太太对无？联想即个帮衬者，那像是一个助手啦。意思是讲，提供帮衬的人，通常拢感觉是啥？地位较低。譬如讲，像我看治安，有个人会感觉，牧师的即个身份、即个工作是足重要的。那治安的工作有重要无？就有个人会感觉，这还好啦，这无啥重要啦。上重要是你这个牧师人。但是敢真正安尼？毋是。夫妻的关系嘛是安尼。当上帝讲要为伊做一个配偶，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在伫伊的头前，代表的意思是讲，毋是伊的头前比较高，是代表是相当的，是平行的，是和 match 的。所以经文内底提到讲，夏娃帮衬亚当，并毋是代表夏娃的地位较低啦。嘛毋是代表上帝创造夏娃帮衬亚当，无有将夏娃放伫较低的地位，毋是安尼哦。上帝毋是甲伊放到较低的地位，乃是互因彼此配搭，甚至彼此补足。所以在座你若还阁有翁婿，你的太太若还阁伫咧的人，你会记得，就常常就爱甲伊讲啥？你来为伊祈祷，甚至就爱甲伊祝福。兄弟姊妹。伫圣经的内底，保罗伊对婚姻嘛，互咱一个足重要的关系，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牧师今日要带领咱做伙来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节到咱要看到第16节吼，咱要做伙看到第16节，咱做伙来看第1节、第2节，安怎讲？来，咱做伙用华语来看吼。关于你们信上所写的是，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是好的。不过，为了避免发生淫乱的事，男婚女嫁也合情合理。兄弟姊妹，保罗伊咧讲起婚姻夫妻的关系要避免淫乱，是在伫因为哥林多教会因特别写批的顶面咧甲保罗请教啦。到底伫教会伫基督徒生活甲教会生活中间的问题？要安怎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保罗咧提到讲，这个男人不亲近女人是好的。实际上，咱知影保罗伊有结婚，伊无结婚啦，所以伊是一个独身的人吼。但是伊认为讲男人不亲近女人，这句是啥？这句在原文的意思，其实伊咧讲的毋是代表男女普通的接近哦，伊咧讲的是男女肌肤之亲的事情，代表的是。男女的关系中间，迄个夫妻亲密的生活甲关系，兄弟姊妹，当咱咧讲到性的代志的时阵，通常咱对囝儿，咱敢会去探讨，其实咱拢较少讲。最近吼，咱知影我有4个囡仔吼，我的查囝吼，通常我若靠近这个牧师娘时，伊拢会讲：牧师，爸爸你要干嘛？我讲你紧张什么？爸爸也是很爱妈妈啊，吼。爸爸跟妈妈还没有生你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相爱呀。好，迄个过程我大概知影伊要创啥，但是每一摆当我若跟我太太拥抱的时阵，我的查某囝就凶冲走开，走开。这足趣味哦！你会当了解到一寡细节甲问题。兄弟姊妹，
保罗伊特别咧讲起，若是无采取这个动作，其实有足容易人会因为这个私欲的关系会放纵你的情欲，甚至呢，你会去合理化你对外做犯罪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加勒太书第5章17节讲，因为情欲甲性情三支，性情甲情欲三支，这两项彼此对敌，互恁袂当做所愿意做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伫教会，当咱若牵兄弟，咱是姊妹，咱若是兄弟牵姊妹，通常咱拢会感觉有一个距离感，对无？咱拢会感觉讲袂使男女授受不亲，不可以太接近，所以咱连讲拢唔敢讲。但是要讲的过程的中间，敢会当讲上过头的代志，敢会使？袂使的。兄弟姊妹，有侪事，咱着爱记得。圣经安怎甲咱讲起？保罗特别讲起，为着避免发生淫乱的事，男婚女嫁也合情合理。所以咱拢讲过一句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合情合理的，这是谚语啦吼。但是咱看见保罗伊嘛咧讲起，咱继续看第3节到第6节，保罗伊特别讲起夫妻除非啦，除非是为着什么代志？专心祈祷啦，好，为着专心祈祷，你才会当，你需要安怎？你需要对方同意，你才会当分房啊。圣经安怎讲？伊安怎讲？夫妻双方都应当尽自己的本分，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妻子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丈夫才有权；丈夫也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妻子才有权。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双方同意，才可以暂时分房，以便专心祷告。以后两人仍要恢复正常的夫妻生活，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怎么样引诱你们。我这么说是准许你们这样做，并非命令你们。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兄弟姊妹，保罗特别伫这个所在咧讲起，我感觉伊是一个讲起这男女平等的立场咧探讨啦。但是伊特别去讲起一个足重要的问题你若看见伊讲啥？夫妻不可妻子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丈夫才有权啊。意思是讲啥？太太讲我不爱牵你相揽，唔是太太讲的算的，是丈夫讲的咧。你敢会感觉足奇怪嘛？安尼敢对？安尼敢对？值得我们探讨哦。那丈夫也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哦，妻子才有权哦。有些时候，等我想要甲我太太斟一个时阵我太太讲袂使，你明仔载要讲道。了解我的意思无？他有权，因为他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在当下。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系。上重要是啥物？为着就是要专心祈祷。圣经内底有真清楚的讲起，兄弟姊妹，我个人认为，唔是完全，你若完全照圣经咧讲的，讲我哪呢等我的太太若讲无爱牵我做这个男女的关系这种的行房的时阵我有管理呢，唔是这个代志唔是安尼做的兄弟姊妹有一个故事安尼讲，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做阿瑟米勒，有一部剧叫做《推销员之死》啊，这部戏景咧讲起什么？伊咧讲起一般一个普通的一个美国推销员威利的一生啊。这个威利伊家伊的一生执着放伫我所认知的美国梦啊。20世纪年代迄个时阵，美国梦其实是一个虚假、一个虚假的繁荣。工厂这工厂无休止的一直生产，人不断咧分期消费。威利这个人。伊一直感觉讲，这美国梦当作伊生命唯一的追求啦。所以呢，伊幻想家己会当通过看这头家不断去讨论要安怎得到利润。所以呢，伊希望会当开设属于伊家己的公司。唔那安尼，伊嘛爱伊的囝继续着安怎行老爸威利的同款的路。结果咧，这个威利伊拍拼36天。
最后互头家死头路，伊两个囝嘛一事无成，甚至伊这两个囝呢，甚至搁伫外口面大搞这个男女这个放荡的关系。兄弟姊妹，这其中内底有一个物件威胁着这个威力啦，叫做什么？叫做过节啦。兄弟姊妹，他都我有讲起，保罗伫讲起讲，夫妻某无权支配家己的身躯，丈夫才有权；甚至丈夫无权支配家己的身躯，某才有权。敢若咧讲起，人会当有坚持家己固执来去要求对方吗？敢是这种角度？其实毋是。兄弟姊妹，咱看这个故事，咱清楚知影，这个推销员之死内底这个威力，伊的一生一个家庭的破碎，其实有真侪人甲伊相款，一直执着伫伊家己的想法，脾气歹，甚至无接受别人的批评，控制欲非常的强。兄弟姊妹，固执就真做亲像牛相款。所以有人讲啊，讲宋兄啊，贫穷是一个家庭最大的杀手。但是有人讲哦，毁灭一个家庭根本不是善假，是啥？就是固执啊。所以兄弟姊妹，这真有道理啊。一个家庭的内底，因为人的固执，有当时连情感互相背叛的关系都拢无去啊，荡然无存啊。所以伫家庭的内底，夫妻的关系要好，必须得爱了解人的固执，产生伊的性命，产生真大的问题。但是保罗一直咧甲咱提醒，夫妻毋是因为我固执我要爱的物件，毋是我固执我要爱要得到对方的某一个回应，毋是。要紧的是要安怎伫彼此互相相款待中间，彼此相听。第三，保罗伊希望大家咱甲伊共款独身，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形无相款，咱嘛爱做伙了解。有当时吼，我看见有真侪少年人通常无要结婚的理由是因为啥？因为啥？经济、环境，因为啥？环境的问题甲困难。但是咱敢有去思考一个问题？咱基督徒信靠主的人，反倒当是安怎？是靠上帝会当安怎？会当得胜，会当改变的。我过去我嘛无想讲我会当结婚，但是我就一直咧想讲，我无亲像保罗相款，我有独身的温数。所以我甲上帝求讨，我嘛甲上帝求讨智慧，求讨温数，求讨恢复的困难。所以上帝嘛，互我会当有机会进入婚姻，甚至起造家庭。兄弟姊妹，圣经安怎讲？第7章第70到第90。虽然我希望人人都像我一样独身，但每个人从上帝所领受的恩赐不同，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至于那些未婚的和寡居的，他们若能像我一样就好了；但他们若不能自制，就应该结婚，因为与其欲火攻心，还不如结婚为好。所以吼，牧师真鼓励咱若咧看待家己的子女囝儿，有结婚无结婚吼，毋是看因的意思啦。咱来看因，甲因问讲吼，你敢会你敢有迄个需求无啦？你若有迄个需求吼，爸爸妈妈无希望你犯罪，我期待你有哪爱结婚啦。咱爱用安尼的方式去做教导啦，毋是徛伫讲好啦，你决定就好啦，毋是安尼啦。我感觉上重要，咱是爱徛伫信用的立场，爱鼓励因。你的心智，你有法度通控制无？若无法度控制，有当时吼，伊讲伊无要结婚，结果伫外口面安怎？黑白其他咧放纵家己的情欲，反倒等会惹事啦。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内底，保罗伊嘛佮继续讲起，伊佮继续讲起，夫妻毋通随便安怎，毋通黑白分开啦。好，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0到第14节讲，我也吩咐那些已婚的人，其实不是我吩咐，而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别人，只能与丈夫复合。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至于其他人，主没有吩咐什么。但我要说，如果某弟兄的妻子不信主，但乐意和他同住，他就不应离弃妻子。同样的，如果某姐妹的丈夫不信主，但乐意和他同住，他就不应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
因妻子而得以圣洁了。同样，不信的妻子也因丈夫而得以圣洁了。否则，你们的孩子就是不洁净的。但如今他们是什么？是洁净的。意思就是讲，假使伫家庭的内底有一方伊是无信主，但是你有信主，你有咧来教会，我有看见咱有同工，伊家己厝人，伊嘛捌因为厝人伊的婆婆是即个无信主，但是伊做一个基督徒，因为婆婆因为老人痴呆在家里独居，疫情期间，包含教会建堂期间，她甚至怎么样，她都没有来教会啊。迄个过程的中间，我牧师一开始嘛甲伊讲，你得爱宣告，你得爱甲你的婆婆甲你的丈夫，甲你的家庭，甲上帝求讨。最项代志，你拢会当去求讨，我就是期待伊会当来教会。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从圣经里面其实教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和睦相处的陪伴。所以我会记得我的妈妈有当时拢会甲我讲，什么人伊毋是拢会来教会吗？伊厝里的人啊，哪拢无咧带因人来教会啦？我讲人拢有伊来的时间点啊，咱着爱安怎？咱着爱听候啊，上帝互每一个人的感动拢无相款。所以兄弟姊妹，信主的人代表上帝拣选咱伫家庭的中间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是上帝所要使用的，你是上帝所要使用的。兄弟姊妹，其实伫家庭的中间，检测有一方伊无信主，但是咱爱更加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因为你若无对上帝无信心，我甲你讲，就算你信，你厝里的人伊嘛无法度通产生，因为你来带来什么款的改变？因为你的生命无信心，你的生命所做的代志，你讲的话，拢互看见讲信主的也无比我这无信的较好啊，敢毋是？所以信主的人是因为啥？是因为信心。是因为对上帝有信心甲仰望。圣经内底安怎讲？希伯来书11章第1节讲，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对还没看见的事很确定。所以兄弟姊妹，我头都有分享讲主啊，你竟然已经选择我，拣选我，要成做一个做牧师人。虽然我已经迄当时我伫做传道，我倒伫病床，我一直咧想讲主啊，什么时阵我会当好？我只有甲上帝讲主啊，帮助我，互我会当恢复，互我会当受到你的医治，互我会当为你来做工。求你谦卑我的心，互我的心更加顺服来跟对你。所以，迄个信心甲仰望的代志，就哪来哪大，哪来哪有亏力。兄弟姊妹，夫妻袂当随便分开，咱着爱互相伫三角彼此接纳的内底来建立关系。第五，保罗伊个讲起信徒会当甲无信的丈夫甲太太离婚无？这里讲到离婚的代志啊，第15节到16节讲，如果不信的一方坚持要离开的话，就怎么样？遂其所愿吧。无论是弟兄或姐妹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不必勉强。上帝呼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相处。注意保罗一个讲你们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兄弟姊妹，婚姻内底，假使有拄到暴力、拄到家暴、拄到无好的关系的时阵，爱离婚无？有的人讲用安尼来做譬如啦，基督徒可不可以因为这样来离婚呢？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会先问你有没有先相信，你有用好的行为、好的方法、好的智慧的方法与你的另外一半相处啦。假使你若本身就无迄个关系，我会建议你爱先有做这个动作啦。你有看见今仔做侪新闻拢是安怎？伊无要跟我做伙啊，就举刀安怎？就要甲抬死咧。我就咧想讲，迄个人的性是安怎会遮暴力？通常是啥？因为伊伫厝人的关系，伊无法度通过对方来得到应该有的尊重，这嘛是有可能啊，敢毋是？所以我牧师毋是咧讲，我嘛咧为着这会杀人的人讲话。我要讲的是讲，伫家庭的内底，互相彼此的关系，咱今日的主题叫做互相什么？互相陪伴的什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互相陪伴的人生，你的人生如果要真正得到有祝福的生命，
你一定要学习知道那个陪伴的正确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上要紧保罗咧提起迄个和睦的关系，唔通因为咱信主甲人无合，反倒等咱着爱安怎？咱信主着爱更加尽好咱的本分，甲人建立关系，带人来认捌这个信仰。所以兄弟姊妹，我相信上帝意爱万人拢得到救。对信徒每一个人的家庭、甲夫妻的关系，上帝嘛有伊美好的心意，你有阿门无？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家庭的内底，唔通凊彩看待你甲你丈夫甲太太的关系，你着爱更加谨慎注意这几个关系。好，我使用三个要甲咱探讨。第一个叫做沟通。好，圣经内底雅各书第1章第19节讲，你们个人要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快快的听代表你爱安怎？要听清楚啦，啊，甚至爱回应安怎？你若听好清楚吼，你就知影重点要安怎回应。有的人吼，人拢还未讲了吼，啊，就安怎？就赶紧要讲插话啊啦，吼啊，所以吼有当时你听未清楚，你要安怎讲重点咧？所以吼，人甲人的中间吼，迄个。那个，临时忘记哈。所以咱若咧听话，真正爱注意听，吼，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那慢慢的说就要回答重点。啊，最后咧，慢慢的动怒怎么做？慢慢的动怒就是你要能够轮流解释啊。你讲看卖，你头拄讲的我听无介清楚，吼，啊，你搁解说一下好无？吼，你嘛免惊话讲啊听唔对，我嘿，你的意思是安怎哦？啊就安那风火大，啊，就开始咧生气，唔免。你若听袂清楚，甚至你感觉无介好听，你就甚至甲伊问者讲，你讲的是啥物意思？敢是安尼？啊，伊讲的了，伊甲伊讲，唔是哦，我的意思唔是安尼哦，安尼你得安怎？哦，安尼我了解。好，啊，你咱再讲一遍。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咧讲话沟通的中间，咱就爱注意，沟通是爱伫尊重彼此的无相款的内底。唔通用这个叫做啥？咱唔通用这个叫做是非题啦，是对唔对这种来看待啦。我感觉咱若咧听人咧讲话，看人咧讲话吼，不要用吼，伊安尼讲话唔好，伊安尼做安怎，这叫做是非啦，是非题啦。咱看一个人吼，咱马上咧甲伊讲定是啊，唔对，这种关系啦。咱来甲伊用这啥选择题？我感觉用选择题的方式是介好。是安怎？咱会当去选择，我要安怎选择一个好的方法来跟这个人建立关系，安尼有较好无？其实是较好的。所以我会记得吼，我较早我若咧跟我的太太牧师娘咧相甲这个关系沟通的时阵，甚至我会记得我牧师跟咱分享过，阮度蜜月的时阵吼，阮就冤家啊啦，吼，一摆吼我冤家时，我就感觉讲奇怪呢，为什么我讲的都是对的啊，我想的都是好的啊？啊，为什么他听不下去呢？啊，后来我发觉我是用是非题啊，好，我唔是用选择的方式。什么叫做选择的方式？那你能甲伊讲，猫咪啦，啊，今仔日我即马咧无闲，你若无先煮饭，安尼等下大家人拢无饭通好食，安尼敢有较好？啊，敢会当拜托你，麻烦你，吼，会当先煮饭，还是讲你先帮我款一下？等下我帮你洗碗，我帮你做寡代志，安尼好无？我感觉安尼讲话吼，袂歹呢。我当初一开始我是安尼开始，先招牧师娘安尼做，因为我太太无啥要煮饭，吼。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很喜欢煮饭，我煮饭心甘乐意，因为我觉得平时他照顾孩子太辛苦了，好，所以我觉得我感觉这个叫选择题啊，你安怎选择一个好的方法？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帮助你的太太，帮助你的另外一半，互伊会当得到上好生命的帮助甲造就，安尼有较好无？安尼是较好的吼。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学习听清楚，再回答重点，甚至要轮流不懂的地方再轮流好好的去解释。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拢无相款，所以咱互相彼此陪伴的中间。咱嘛得爱了解彼此的家庭、彼此的想法、彼此的认知拢无相款。第二，要安怎做？甲你边的人讲，你得爱开始先改变你家己。
学习改变你自己，改变我们自己是很重要的。他都我有讲起，亲像我的太太，伊袂晓煮饭，假使一开始伊袂晓煮饭，甚至呢，逐摆拢煮共款，有一段时间逐摆煮拢差不多啊。我看见囡仔无啥要食，我讲你敢当那个，我后来就去发现，原来他菜里面没有再加蒜头的了，没有再炒新香料，像葱姜蒜就是最好的新香题材嘛。所以迄个过程当中，你试看卖，你加一粒葱啊，加一粒这个蒜头，你甲试看卖，看囡仔会去食完无？迄摆伊就真正囥啊迄摆就算咸淡无介拄啊好，我嘛是甲表现说，足好食诶。当时就怎么样？我的太太她就露出微笑，几乎现在每一餐都会有蒜头，而且是香香的好吃啊。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的改变，唔是要对方先改变，是咱家己是唔是愿意先改变。所以当咱咧讲一项代志，敢若是对方的代志，咱就要思考，到底我讲这项代志，是我较主观的态度咧讲咧，还是我是徛伫我已经改变了家己来咧讲的话。兄弟姊妹，管理学家安怎讲？改变是痛苦的，但是知影爱改变，却无要改变，迄较是痛苦啊！兄弟姊妹，有做项代志，咱的信用敢若嘛是安尼，对无？咱每礼拜你来听牧师讲做足好诶，感觉袂歹哦。但是迄敢若足难呢。爱要改变，我先看某咪人看会改变无？看迄中级当工会先改变无？伊若改变了，我较改变。大部分拢敢若拢是安尼嘛。但是我感觉这足重要，咱家己爱学习先改变家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气力来为主做美好生命改变的工课，就是会当人物救恩，生命的改变，得到救主的福音，咱的生命会当更加丰富。第三叫做委身的承诺。什么叫做委身的承诺？我觉得委身的承诺咱知影讲，两张纸两张纸若夹做伙你也甲连起来你若要甲拆开，敢有容易？应该无介容易啊！拆开拢会安怎？至少都会有伤痕的。伫拆开的过程的中间呢，若伤到，有当时咱若咧讲起离婚嘛是共款。他拄咱若讲着讲咧冤家无法度通处理就离的分的，敢若较好。但是分开了后，你会发觉分开了后。有侪项代志是无共款，所以兄弟姊妹，无论咱人甲人的关系、婚姻夫妻的关系，甚至咱甲囝儿的关系、咱甲孙儿的关系，咱要好好去思考。当咱关系有问题、有破坏的中间的时，咱要安怎重新甲人、甲你身躯边的人建立迄个关系？这才是咱得到这个信用上要紧的智慧。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唔是分开就一定会较好，较要紧的是，你要分开的过程的中间，你有去为着你的关系破坏的关系来去努力也无。所以兄弟姊妹，伫我的婚姻的见证的内底，我真感谢上帝，赏赐互我的太太，伊袂堪人比较。伊虽然伊可能无亲像我过去我过去交真侪段感情的过程。我会记得我捌甲我太太问讲，我讲无孙女啊，我熟悉较侪女孩子我感觉人讲讲伫教会拢相拄会着我真正拄着我有一摆我甲我的无孙女讲，无孙女，若假使有一天我的女朋友看我拢是好朋友，过去的朋友都还是很好朋友，伊若有一天要来大叫教会你安怎看？牧师娘安怎甲我讲呢？恁要恁会安怎看？甘通？我的牧师娘甲我讲，靠什么大不了？你若无好来你不配做牧师啦。兄弟姊妹，伫我的太太，伊袂堪人比较，有个人讲袂比较就袂成长，敢真正安尼？兄弟姊妹。我对我的太太，我感觉，我看唔是伊外貌，唔是能力，我看的是我欠缺，唔是比较，我看的是需要上帝要互我看，安怎去欣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兄弟姊妹，今日咱咧讲互相陪伴的生命人生，咱的生命必须得爱好好去了解，到底伫咱的生命内底安怎去看待一个不足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礼拜二有青年聚会无？有无？有啊。咱敢好通鼓励咱厝内伫国中，甚至国小当啊要成立国中的子女青年来参加教会聚会，会使无？会使无？可以啊，拢老人拢是看起来拢咱无囡仔吼，会使袂啊？会使啊，为啥袂使？那今仔日牧师的囡仔到国中，咱的牧师的囡仔敢有需要参加？系啊，但是为什么有当时咱无愿意？因为安怎？因为咱过去咱教会因为有遮囡仔出入，有遐看起来敢若受怕的囡仔出入，咱就唔敢互因来吗？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是咧讲疼的所在，咱的教会是咧讲互相陪伴、帮赞的所在。信仰若无伫互相陪伴的中间，咱所训练出来的囡仔甲后一代是啥？是比较，是能力，是才调。我感觉迄是无路用。上重要是一个人伊的生命有疼无？有温暖无？是会当伫困难的中间安怎去包容人无？所以兄弟姊妹，牧师期待咱互相的生命必须爱不断操练。求上帝帮助咱学习尊重对方的沟通，求上帝帮助咱会晓去改变家己，改变了家己，咱自然就会当委身来顺服服侍上帝。最后，牧师跟咱分享一段圣经节，也是罗马书12章第9节到21节，讲起一个疼的关系。圣经安怎讲？讲爱必须真诚，要痛恨邪恶，一心向善。要彼此相爱，如同手足，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常常火热的侍奉主。盼望中要有喜乐，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圣徒要有缺乏，要慷慨帮助。客人来访要热忱款待。迫害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要祝福，不可咒诅。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和睦，不可心高气傲，反要抚救卑微的人，不可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要留心去做众人看为好的事。如果可能，总要尽力与人和睦相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私自报复，要交给发烈怒的上帝。因为圣经上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相反的，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兄弟姊妹，第20节，你有感觉足奇怪无？规段内底若讲到要安怎对歹的人、对邪恶的人、对无好的人，用疼甲伊款待，容易吗？容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可是我非常喜欢20节这一段话，他特别提到：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给他喝。我要问各位，我们愿意吗？不容易啊！后面这一句话，你们这样做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我过去我咧看这段我看无啊，我后边就讲，咱伊对顶吼，伊就需要咱给帮赞。是安怎想要甲炭火堆在他头上呢？你帮赞一个人吼，这个歹人伊原底做万分利的，但是你若甲帮赞了吼，伊安怎？伊讲嘿奇怪，我安尼对待你遮歹吼，你搁安尼遮好款待我，安尼了解无？吼，想无啦，足头疼的啦，安尼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伫教会内底，牧师是安怎一直咧讲？咱款待外口的青少年也好，咱的心就爱有疼心。咱若无疼心，有当时咱无法度通教育咱的后一代，因为咱教育出来囡仔是无疼心的人。兄弟姊妹，我一直看见，当遮的青少年，当因进入教会，因曾经嘛来伫教会，迄个时阵拢疫情，因去到伫牧师馆，伫遐咧出入。迄当时我咧想讲。
要安怎办？这青少年因做直接，他们的表达甚至有一些行为会让我发现很危险。但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上帝互我有智慧，甲我讲无要紧，你着好好教导你的囝儿有智慧，通去面对。所以兄弟姊妹，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信徒与信徒之间，不是只有信徒与信徒之间是必须爱咱对咱身躯边最咱袂捌的人，包含因的性命，拢会当因为咱是愿意互相陪伴的性命态度，咱的性命会当更加备受祝福。求上帝赐福咱，互咱三甲做伙来成长，起做一个上帝所疼的教会。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三位一体的主上帝，愿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欢喜阮做你的儿女。主，阮更加需要有刚强壮大的心，毋免惊，嘛毋免惊，阮身躯边无好的人，因为上帝你甲阮三甲彼得，你无弃杀阮。主啊，有时阮欠缺、亏欠，侪伫阮的亲人、朋友甲兄弟姊妹关系顶面，阮需要建立互相了解的态度，去陪伴伫灵性需要福音的人。甚至递到阮亏欠主上帝你的恩典多多。主啊，愿你怜悯阮，愿你用你丰富的疼痛来感动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当阮拄着试炼的时，你总是要爱阮，为阮开一条全新生命的道路，通互阮会当忍受一条所经历的困难甲挑战。主啊，愿你赐福伫今日，阮所领受互相陪伴生命的真理。互每一个教会夫妻、男性、女性、兄弟关系顶面，毋但伫婚姻内底有好的夫妻关系，嘛有互相相疼、尊重、彼此交陪时间甲机会。主啊，阮伫教会，无论是男女兄弟，阮拢需要有关心专人，做阮领受福音的目标。阮需要关心一个人的身躯健康、心理、智能、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灵性的培养。主啊，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智慧，伫彼此配搭服侍关系内底，嘛会当三甲委身侍奉，来起造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教会。感谢主带领，阮伫过去即礼拜久，虽然伫风台带互台湾这片岛屿有侪丰富的雨水，总是你嘛带互侪地区的人民。因为水灾所造成的损失，愿你亲自来恢复、坚固所有的受灾户，医治因、坚固因、恢复伫因生命中所造成的损失甲伤害。愿你成做阮的帮衬，愿阮同齐伫祈祷的中间来看见上帝你的平安甲赏赐，经验上帝你的安慰甲祝福。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个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歌啊，伫主疼痛内面，咱坐咧吟吼，咱坐咧吟。伫主疼痛内面，建立有大福气，兄弟姊妹。
伫遮邀请咱做伙同心来奉献。伫奉献的过程中间，牧师来补充报告。伫咱即个拜后礼拜完成即个8月第1礼拜，咱即社区音乐班因为人数的关系，是因为咱咧准备的过程较赶紧所以咱预计伫9月份，咱会伫开学的时阵才开始嘛请咱特别注意奉献是咱对上帝美好的回应，是因为咱伫世间所拥有的，拢是在伫上帝生命的赏赐，咱才通得到通过生命所得来的恩典。这是邀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这个奉献的诗，奉我心属于你。来到你面前，全心地感谢耶稣，我爱你的听我多多想起你，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地感谢耶稣，你爱你的听我多多想起你。主啊，我的家献上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予你，因为我无够野，无药甲金文，为大当献予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基督，唯一的困求，是个当我献上我的所有。正做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咱来坐亮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心性，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前丰收的种子。我庆幸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命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个是咱牧师佮简单补充报告特别牧师来介绍咱今仔日来的新朋友陈素贞姊妹，咱请伊起立，咱给欢迎，甲伊的查某囝欢迎你们，叫什么名字？恩慈欢迎你们，上帝祝福你们，期待你们在我们当中好，请坐。那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个 Vivi 姐是福伦社社长，佮边这位姊妹怎么称呼？梅子姐请你们起立我们拍手欢迎他们，欢迎你们，上帝祝福你们请坐。那还有一位姐妹，请问怎么称呼？林华双木林嘛林华，我们欢迎她上帝祝福你们。
那我们在会后请坐，请坐。我们会后第一次来的，我们都在1楼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享用咖啡。那牧师会跟大家分享、了解那跟大家认识一下啦那祝福各位每一个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咱等你礼拜煞，咱会当三甲甲因做伙伫啉咖啡啉咖啡的中间做伙交陪啦做伙交陪啦好，这是咱做伙起立，咱互相咱来唱上营的诗，荣光归圣父上帝，咱将一切荣光归予咱的主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也圣神三位一体，在地内，现在地内，将来也永远地内，无穷无尽。阿门，阿门。祝你听阮，守守丰丰富富的生命，互阮会当伫生命中间用感恩、用敬拜、用尊重生命。上帝创造阮生命的主上帝，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赐予阮享受上帝你的平安，嘛会当伫上帝你真理话命的话内底来看见阮生命需要的智慧。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互咱对主的疼真实活出陪伴的人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立倒。牧师佮补充报告咱等下礼拜煞，假使咱有参加后礼拜去口鼻教会因这个竹笋丰收季的感恩音乐会咱兄弟咱后尾留落来练歌的，咱就爱等下留落来做伙团练诗歌多谢。咱嘛真欢喜聘五姐聘五姐几礼拜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咱嘛继续为着伊身躯的恢复来祈祷啦求上帝赐福伊平安，大家互相请安